喺東莞鳳崗268蚊住咁靚嘅酒店，仲包埋香港來回車飛，點解咁抵玩啊？跟我嚟！我身後嘅東莞家輝會麗晴華庭酒店，就係永東巴士今日正式開通嘅新站點，所以未搞過268蚊抵玩套餐益街坊啊嘛！住一晚高級大床房，仲有來回車飛一套。喺香港旺角油麻地、尖沙咀、葵芳、觀塘 APN、鑽石山、沙田、荃灣、香港機場咁多永東巴士嘅站點都可以上車啊！經蓮塘口岸直達目的地，一落車就到酒店門口啦。酒店嘅配套好豐富㗎，有室外湯泉、波波池、滑沙池、DIY 手工課、健身房、自助洗衣房、親子遊或者二人世界都 OK 㗎。仲有室內恆溫泳池，仲有中餐、西餐、料理、自助4大餐廳。喺酒店門口行幾腳路，隔離就係龍鳳山莊4A 級景區，幾掂啊！好多嘢玩啊！講句實際嘅，一日到黑真係玩唔晒㗎。日頭有日頭嘅嘢玩，玻璃鵲橋、空中觀覽車、海盜船、彩虹滑道、摩天輪、雙層旋轉木馬、跑馬場騎馬、梅花鹿苑、夢幻城堡。夜晚咧仲有夜晚嘅嘢睇，夜晚仲有燈光秀、非遺打鐵花、煙花秀、Luca 光影秀等等等等。